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灣仔茂羅街7號2024年正式開幕嘅香港文學館。呢一座坐落喺灣仔嘅文化新地標，唔單止承載住香港百年文化文脈，更加以現代嘅視覺激活文學嘅當代生命力。博物館裏邊，你將會穿越香港文學嘅黃金時代。呢一度珍藏住眾多文學名家嘅珍貴手跡，張愛玲嘅小團圓手稿複製件同埋親筆書信，字裏行間流露住佢對人性嘅洞察。文學館巧妙融合咗科技同人文，喺文學足跡互動裝置入邊，你可以通過影像、聲音同觸碰熒幕，探索文學點樣同灣仔社區共生共長。特別推薦當前老夫子嘅聯城展覽，佢將武俠小說嘅豪情同漫畫嘅詼諧巧妙融合，令到經典嘅 IP 重新活現。無論係文學愛好者，又或係尋找文化打卡地嘅你，呢度都會有驚喜。嚟茂羅街7號同張愛玲、金庸、老夫子嚟一場跨越時空嘅對話。